大家好，又到咗一周法庭新聞重點。較受關注嘅案件係35家反對派初選案嘅上訴，高院上訴庭全數駁回，被告同控方嘅上訴全部維持原判。另外，律政司正研究黎智英欺詐科技園案上訴得直嘅判案書，考慮提出上訴。2020年35家反對派初選，其中組織者同埋參選人共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經審訊之後，有45人罪成，判囚4年2個月至10年不等。當中有11人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另外1名認罪被告就刑期提出上訴。律政司亦就1名被告獲判無罪提出上訴。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宣讀判詞，指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根本嘅憲制責任包括必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及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議員行使職權時不得違反上述責任。而涉案謀劃嘅目的，所有選擇參與者都清楚，係作為大殺傷力憲制武器，旨在迫使行政長官辭職、癱瘓政府運作及強迫中央宣布結束一國兩制政策，以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甚至顛覆香港嘅憲制秩序，屬於懷有特定嘅顛覆意圖，因此駁回各人嘅定罪上訴申請。刑期上訴方面，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庭將量刑基準一律定為7年，並非明顯過高，各人嘅上訴理由不充分，駁回所有刑期覆核申請。至於原審脫罪嘅劉偉聰，律政司亦提出上訴，為上訴庭指原審法庭係基於整體證據，認為針對劉偉聰嘅案情存有合理疑點，先至讓佢脫罪。律政司未能提出充分理據，指相關裁定不合常理，同樣駁回律政司嘅申請。正被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嘅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其父親郭延生涉嫌協助處理為女兒購買嘅保單，被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企圖處理潛逃者財產罪。郭延生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今次係條例訂立後首次引用相關條文提出檢控及成功定罪嘅案件。處理主任裁判官鄭念慈判刑時指，本案性質嚴重，被告雖冇直接作出危害國安行為，但法庭需考慮被告嘅行為可令其女兒拒絕回港受審嘅機會增加。鄭官又指，被告2次提交文件試圖提取結餘，所涉金額唔少，法庭亦有理由相信被告明知佢本人並非保單持有人仍行事，且涉冒充簽名，牽涉不誠實行為，適宜判監。加上被告不認罪，以9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被告年事已高、冇案底等因素，減刑1個月，判監8個月。前壹傳媒黎智英與壹傳媒集團行政總監黃偉強涉嫌隱瞞香港科技園公司違反租契使用價值5.16億元嘅將軍澳工業村地段，令與黎智英相關嘅公司獲得租金利益，二人原被裁定欺詐罪成。黎黃二人不服定罪提上訴，黎智英同時就判刑提上訴，上訴庭裁定二人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各自判刑。黎智英本月9號另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3罪罪成，判囚20年，當中2年刑期原與欺詐案同期執行，餘下18年刑期將於本案嘅5年9月刑滿後，即約今年6月先開始計算。如今上訴得直，其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嘅20年刑期會提早開始計算。黃偉強早已完成其1年9個月嘅刑期。政府發言人表示，雖然上訴法庭認為喺本案嘅事實背景下，有關違約行為未達到刑事欺詐罪定罪門檻，但仍然無改黎智英公器私用呢個客觀事實。而今次嘅欺詐案上訴得直，亦唔會改變黎智英要為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20年監禁服刑嘅事實同結果。律政司將深入研究上訴庭判案書，以考慮提出上訴。今個星期嘅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又告一段落，下周再會。